带你来的？是我，不要！小云，你干嘛呀？对不起，小云。行了行了，跟你在一起那么久，我都习惯了。小云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你们队长说你们的事儿了，我就想过来陪你聊聊天，散散心。别和我提他。刚见面就摆臭脸，咱们去吃饭吧。不吃。那咱们去唱歌。不去。饭也不吃，歌也不唱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想。讨厌，你怎么还是那么坏？坏吗？不坏吗？吴勇，你知道吗？每次你不在的时候，我最害怕的就是那种不确定的感觉。不知道你在哪儿，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家。每次一接到电话，我就害怕听到关于你不好的消息。对不起，小云。这不是你的错，谁让我爱上你了呢？你放心吧，以后我一直陪在你身边，哪里也不去。欠你的，我一定会加倍补偿的。你欠我那么多，怎么补偿啊？讲够不够？不够。讲够吗？你好，3位想买点什么花呢？你这儿有什么花呀？我们这儿花品种很全的，有康乃馨啦、郁金香啦，还有百合啦。当然还是看你想送给谁啦。我想送给你，该买什么花呢？不好意思，3位如果不是买花的话，请出去。哎呦，这妹子挺有性格，是我的菜。我们是来收钱的，不是来买花的。收什么钱？保护费。我劝你们还是赶紧出去吧，等我男朋友来了，你们就倒霉了。哎呦喂，我倒要看看你男朋友有多大本事。既然你不想给我，那我就自己搜。你想干嘛？你敢打我！你们敢打我！打死他！好久没打架，拳头给养。今天小爷我就好好跟你们俩好吧。
就这点本事出来混，丢人吗？回家再练几年吧。把刀放下！你他妈的不是很牛逼吗？来打我，来人！有本事冲我来，马上放开他！兄弟们，这次任务不轻松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说队长，这话我都听10遍了，再听我就真疯了。行了，刺客，队长这么说也是为咱们大家好。再说了，人也只说了7遍，哪有你说的那么多？Hey man, what the fuck? Sorry。哎，队长，咱们这任务能赚多少钱吧？能赚多少钱啊？100万美金，还行，还可以。哎，每人100万美金。每人100万，可以啊。那看样子这次任务很有挑战性嘛。哎，队长，关键是这钱什么时候能到咱账户啊？哎我去，这钱的，哎呦，掉钱眼里了。哎呀，来，坦克哥哥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们这帮兄弟里面，只有你是因为喜欢杀人才当雇佣兵的。你问问，谁不是为了钱？没有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咱们在这儿为什么呀？为了正义。你在开玩笑吗？你知道个屁！为了正义，来，为了咱们这次行动，一切顺利，啊！为了正义，为了正义！亲爱的，你终于醒了。小雨，你没事吧？你放心，我没事儿。这里是医院，我们都很安全。谁把我送这来的？是你们队长。他怎么来了？你们先聊，我去医生那问问你情况。怎么样？头还疼吗？你来干嘛？怎么，你也被踢出来了？刺客，是，我知道你恨我。其实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想跟你聊聊狼群的事儿。哎，对不起，没空。我现在很需要你。我很感谢你救了小雨，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人了，所以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不用，不用再说了，你走吧。亲爱的，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，医生说你没什么大碍，咱们可以回家啦。怎么了？头又疼了？
不是有心事儿啊？不要担心，有我在。不要什么事都自己扛着。我没事，快睡吧，小月。我知道你们队长来找你是因为队里出事儿了。你要是什么都瞒着我的话，这样我会很没有安全感的。他跟我说，狼群出事了，要我回去帮忙，但我拒绝了他。拒绝了？为什么？虽然你现在不在队里了，可他们都是跟你出生入死过的兄弟啊！兄弟有难，你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兄弟，你去问问他，当初一脚把我踢开的时候，他有把我当兄弟吗？小月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做一个梦，我梦见坦克，他就跪在我面前，他跪在我面前，他不断的求我，他说他不想死，要我救救他，可是我却无能为力，到最后，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在我的面前。都是我害了他，这不怪你，是我害了他，这不怪你，是我害了他。你的错，这不怪你。亲爱的，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改变了。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勇气面对新的生活。我相信，如果坦克还在的话，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。不用去找你的队长吧，我觉得他现在比我更需要你。你怎么当队长呢？连自己队友都保护不好。对不起，我不配当你们队长。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花荣和门巴是被人暗杀的。不可能，他们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精英。怎么会轻易就被人杀了？谁干的？目前还不清楚，但是据我推测，应该是昆泰派来的杀手。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剿灭了他的制毒窝点？他对此怀恨在心。顾永斌的身份都是经过严格保密的，杀手怎么会那么轻易找到华荣和曼巴？我怀疑
出了内奸。内奸？我有一个办法，我现在只相信你一个人，你一定得帮我。班几个压倒他，使点劲儿啊，使劲儿，压倒他，就这点劲儿。压倒他。哎，对，大家心情不错呀，假期过得很开心啊。队长，最近咱们人手有一些紧，所以我叫回一位老朋友。刺客，我就知道你早晚得回来。我说烈阳，你还那么不正经啊？欢迎归队。我去，你小子最近力气见长啊！哎，蔡哥，晚上一起喝2杯，给你接风。2杯怎么够啊？一醉方休。行，那咱们就不醉不归呗。不醉不归。好了，没什么事，早回去休息。自肯聊一下。好，行，我们先走了，晚上见啊。行，今天晚上必须把你们2个撂倒啊！谁不去是孙子？好嘞。这里面是我们针对昆泰正在研发的 IC-Nonix 毒品制定的绝密计划。这个东西现在放在我这儿不安全，我现在只相信你一个人，你一定要妥善保管。放心吧，队长，这件事除了你和我，不会有第3个人知道的。来，蔡哥，喝，干杯！多喝点，多喝点。班级，这小子酒量怎么还那么差呀？不跟他玩了，咱俩喝。刺客，这么多年了，在咱们这儿，他妈最佩服。佩服我？得了吧，我有啥本事？你他妈本事大了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因为你本事太大了，上面人才把你踢出去的。我问你，如果我当时一枪把罗康给打死，你说坦克是不是就不会死啊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我他妈一枪把罗康给打死，坦克就不会死，都他妈怪我。行了，现在说这些没有任何意义了。还有，前2天，花荣和曼巴还好好的，可现在就这么没了。我多希望坦克、花荣和曼巴可以坐在这儿跟咱们3姐一起喝呢！啊，都他妈怪我！行了，咱不说这个了，行吗？不说了，子哥，不说了，今儿就给你解放，啊！来，干了，不醉不归。全干！服务员，啤酒。服务员，啤酒。
在我终于可以给大家安心的布置任务了，大家不用这么紧张，轻松。是啊，没事吧？轻松一点。通过植入 U 盘中的定位系统，我们已经确定了昆泰总部的位置。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情况。昆泰，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毒枭之一，它的制毒工厂遍布全球。上次我们剿灭的罗康制毒窝点就是其中的一处。根据我们的情报显示，他为了完成自己的双 S 超级士兵计划，正在秘密研究一款合成的毒品 Isinonix。这款毒品能够将人体自身的潜能发挥到极致，如果研制成功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抢回昆泰手中的原液密码箱，阻止他的计划。托尼，昆泰手下最凶残的杀手，皇上和曼巴就是被他杀死的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敌方有多少人？昆泰近期有几单非常大的交易，所以大部分人都已经被分散，但是总部武装力量也会削弱很多，所以目前人数尚不清楚。队长，敌方的武器装备如何？这些家伙他们主要以制毒为主，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他们手中不会持有重型武器。无忧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看来这次任务会比想象中的轻松。我们每个人加入狼群的理由都不相同，有人为了金钱，有人为了权力，甚至还有人为了杀人时获得的瞬间快感。
boss， 出什么问题？Tony， 我给你一个任务，你肯定会喜欢。蟒蛇，撤！掩护我！队长，我是刺客，正面进攻速度，寻求支援，完毕。队长，我是刺客，正面进攻速度，请求立即支援。我们得逃出去了。猎豹的情况非常不好，他必须马上离开这里。最后一个弹夹，猎豹，记得住，我马上带你冲出去。阿哥掩护我，我一起冲出去。不，我是出不去了，但你们可以。不保证，你没必要这么做，我们一定可以照顾好我的家人。放手！